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3月4号，我们要分享的是上主的仆人，上主的罗卜。我们要读约书亚记24章29到33节，约书亚记24章29到33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这是以后上主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死了，他死的时候是110岁。约书亚记24章29节。约书亚前往迦南美地的漫长征服之旅，终于画下完美的句点。他在110岁的时候离开人世，被葬在廷拿西拉。约书亚第一次出现在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是用摩西的助手来登场，但是在最后却被称为上主的仆人，因为约书亚他顺服上主，在上主的鼓励之下，你知道他可能刚开始会接棒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不足啊，会担心或者是害怕，所以上主就鼓励他说刚强壮胆，就是以信心和勇气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的应许之地来得地为业。后来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你知道，在他无私的领导之下，过去我们谈到说他分配这些土地，他可以先选自己的土地啊，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了。而他在分配各支族的土地之后，大家才说应该要分配给他土地啊，所以最后他分得一座小城，就是廷拿西拉，这也成为他唯一的产业。在他死后，百姓就将他葬在这个地方。那今天这个廷拿西拉是位在巴勒斯坦的自治区的一个小村庄。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约书亚的坟墓，而发现他的石棺已经非常的破旧，十分不起眼。那我们看到他一生靠主征战，立下了辉煌的战绩。他遵照上主吩咐摩西的律法，圣经说他一一遵行，他不偏左右。在他临终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召集这些以色列的领袖、官长还有百姓，在示剑的地方对百姓不断来重申要侍奉上主。我们知道示剑这个地方对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这一些的族长都是很重大的一个意义的所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就再一次的告诉他们，你们千万不要敬拜别的神明，去侍奉这些别的神明，并且他告白自己和家族的信仰。他说，我和我们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上帝，我们要听从他。我们来看约书亚他的一生，他从一位奴隶，然后跟随着摩西作为他的助手，他成为一个战士，他在前面征战，摩西在后面祷告。最后我们看到上帝因着摩西死了，就把这样的个领袖的权柄交在他的手中，也赋予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能力，应许他要带领百姓完成上帝的吩咐。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成为伟大的领袖，并被称为上主的仆人。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吗？这个特殊的头衔和摩西一样，在第1章第1节里面就有提到说，上主的仆人摩西。那约书亚去世的时候也得了这个头衔。你知道约书亚在世上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都侍奉上主。那他死了之后呢，那一些亲眼看见上主为以色列人所做一切事的这些长老们还活着的时候，圣经说人们仍然侍奉上主。不过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虽然上主来彰显他的大能，为以色列人征战得胜，这些事件历历在眼前，然而我们看到随着这些比如说约书亚、祭司以利亚撒和那一代的领袖，如果他们都相继去世了之后，那对于这些百姓他们未来的道路，他们所走的方向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迦南人真的会成为他们的网罗吗？如果他们没有完全把他们赶除。所以我们来思想如何得着这宝贵的信仰。当你得着了，你持守了，你也非常敬畏，你遵守了基督耶稣这样的一个信仰，你11奉献，你守主日，那是否我们也能够被称为我们的主来称你为好又尽忠的仆人呢？如果你被主这样的一个认定我们要恭喜你。然而如果有一天你结束在世上的这一个旅程之后，那你不在了，你的下一代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敬拜上主，来侍奉上主，而不去离开这个信仰去敬拜其他的偶像呢？我们来默想，当你看到约书亚被称为上主的仆人，对你有何感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引导我们走在你恩典的道路，你救赎我们，你也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像约书亚一样，当上帝赋予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责任的时候，他能够忠心来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求你也帮助我们，也能够成为主耶稣忠心的门徒，也能够被称为上主的仆人。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结出美好的生命果实，也能够带领人能够来遇见你，带领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让你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我们下次见。